雜麼是精神性強迫症、思維強迫症。如果你覺得生活停滯不前，整天遭受強迫性思維的折磨，如果你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思想漩渦，這些思想在不斷地對你說話，並試圖利用你所恐懼的任何事情來進一步恐嚇你，那麼這段文字就是為你準備的。這就是所謂的星號精神性強迫症 （Pure Obsessional OCD）。星號，它就像一個在你內心說話的人，他閱讀你的思想和感受，像你了解自己一樣了解你。他知道你害怕哪種想法，或者你聽到的那句話讓你感到恐懼。他能看到你的內心產生了恐懼，於是便通過這件事來對你進行干擾，不斷地提醒你。他有時像普通人一樣直接與你對話，有時又會偽裝成你的身份，用星號我星號這個稱謂和你交流，仿佛是你自己在思考。但實際上，這只是一個負面的、強迫性的念頭，並不是真正的你，也不是你的真實想法，即使它以我的形式出現。例如，你的腦海中出現我是一個失敗者這個念頭，這個念頭並不是你，也不是你的想法，而是一個負面的強迫性念頭，即使他用了我這個字。強迫症想要誤導你，讓你以為這些話是你自己說的。你需要明白的是，你和你的思想是兩回事。也就是說，如果一個負面的念頭襲來，那並不代表你。不要責怪自己說，為什麼我會產生這麼惡毒的想法，因為那不是你，你不需要為這些想法負責。強迫症的手段。強迫症的目標是讓你更加恐懼、喪失自信、陷入困惑，並盡可能地讓你脫離人群，使你孤立無援。他想讓你變得抑鬱和恐懼，因為這會讓他的工作變得更容易。強迫症會利用你生活中發生的任何事情來嚇唬你，或者讓你相信某個負面想法就是事實。例如，發生過的某個情景，某人對你說的話，或者你聽到的某些言論，他的唯一目的就是讓你恐慌。他的手段包括製造糾結，他會逼你在兩件事之間做出選擇，並催促你立即做決定。正如我們所說，他想讓你感到困惑，因為困惑會讓你神志不清。惡意對比，他會讓你對比過去的你和現在的你，以前你多麼好，現在變成了怎麼樣，以前你能勝任某事，現在卻因為變得虛弱而做不到了。他的目的就是摧毀你的自信。他還會讓你覺得別人都生活得輕鬆愉快，唯獨你一個人在痛苦地遭受強迫症的折磨。剝奪睡眠，他會想方設法讓你無法安睡，因為睡眠不足會導致注意力渙散和極度疲勞，這正中他下懷。當你疲憊不堪、狀態不佳時，你會比平時更容易受到這些念頭的影響，這大大降低了他的作案難度。反彈式打擊，當你忙於某事時，如果你突然又想起了那些強迫性念頭，你會感到極度壓抑，覺得自己在短暫忘卻後又回到了原點。例如，當你正和朋友在一起時，一旦離開他們，他就會提醒你現在又是孤身一人了，又要開始面對那些強迫性思維了，這會讓你感到更加壓抑。不要覺得奇怪，我完全能感受到你正在經歷的一切。強迫症的類型。強迫症並非只有一種，而是有許多類型，其中包括決策強迫症，對做決定感到極度糾結；內疚強迫症，
總是感到莫名或過度的罪惡感。睡眠強迫症，圍繞睡眠產生的焦慮和刻板行為。宗教強迫症，與信仰或神聖事物相關的褻瀆感或過度嚴苛。健康強迫症，總是擔心自己患有某種嚴重的疾病。急迫強迫症，覺得所有事情都必須立刻完成。災難化強迫症，總覺得有嚴重的可怕事情即將發生。錯誤強迫症，堅信自己一定犯了錯，必須立即糾正。威脅強迫症，覺得如果不做某事，就會發生壞事。誇大強迫症，覺得事情非常嚴重，必須採取行動。關係強迫症，試圖破壞你與他人的社交關係。祈禱強迫症，針對禮拜或祈禱過程中的細節產生強迫。憂鬱強迫症，不斷向你灌輸讓你感到悲傷的念頭。如何治療強迫症？首先，你必須接納自己患有強迫症的事實。接納是幫助你渡過難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。在真主的允許下，不要對比患病前後的生活，也不要拿自己去和那些沒有患病的人對比，因為這種對比毫無益處，反而會增強強迫症的力量。因此，請不要排斥，而是選擇接納。據我所知，強迫症通常通過藥物和行為療法來治療。你需要評估自己的情況。如果強迫症已經嚴重影響了你的生活，例如長期失眠、陷入長期的抑鬱狀態，或者全天都在受折磨且感到生活停滯，那麼必須去看精神科醫生。最好找一位既能開藥，又能提供行為指導的醫生，教你如何應對強迫症。藥物會幫助你度過最艱難的時期。而行為訓練會教你如何與強迫症共存。如果你信仰神，這會有很大幫助。請虔誠地敬拜並祈求治癒，同時積極採取行動。請堅信，在真主的旨意下，你是可以康復的。例如，你的母親情緒失控，對你說了些讓你心煩的話，強迫症慫恿你回嘴。這時你只需簡單地對自己說：你好啊，關係強迫症，你想破壞我和母親的關係，我看到你的把戲了，然後保持沉默，不予回擊。再如，你身體出現某些症狀，強迫症試圖說服你這是重病的徵兆，你可以說這是星號健康強迫症，他想利用現在的狀況來嚇唬我。這種做法能極大提高你的覺察力，讓你意識到這些只是想利用突發事件來恐嚇你的強迫性念頭星號。第二，反其道而行之技術，簡單來說，就是做強迫症慫恿你做的動作的反面。這在某些情況下非常有效，例如強迫症一直催促你去洗手，因為他覺得你沒洗乾淨。此時你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停止清洗並離開。第三，為怎麼不發生點好事技術，例如丈夫在路上耽擱了，強迫症不停地在你腦海裡灌輸他出車禍了的念頭。要求是不要去和這個念頭爭論，只需簡單地想，萬一他是因為停下來給我買禮物才遲到的呢？然後繼續做你手頭的事。如果做完這個練習後，強迫症仍試圖說服你出車禍了，請直接忽視它。第四，可靠參考的認知修正技術，這是指給你的大腦提供一個真實的正面案例，來對抗你正面臨的負面案例。不要直接去打擊負面想法，只需給大腦一個相反的現實例子。例如，你看到一條訊息說咳嗽會導致死亡，注：這是不正確的訊息，
強迫症開始利用它。你可以去詢問人工智能 AI， 請它提供一些患咳嗽後輕鬆痊癒的真實案例。當你看到這些例子時，你的大腦就會平靜下來。第五，我的聲音比強迫症響亮技術。例如，你在心裡對自己說，我很好，強迫症反駁道，我不好。這時你要重複你的話，讓你的意志蓋過它，說，不，我很好。不要陷入深度思考，也不要就此展開討論。這能增強你在強迫症面前的人格力量。第六，推遲強迫症技術。核心思想，不要立即抵抗強迫症，而是有意識地推遲它。如果一個強迫性念頭襲來，或者強迫症逼你做一個決定，請在心裡對自己說，好的，強迫症，我10分鐘後再理你。然後真的設置一個10分鐘的鬧鐘，在這期間去做別的事。在90%的情況下，時間一到，思考那個強迫念頭的衝動就會消失或變得極其微弱。這個技巧能給你一種掌控感，因為你沒有被強迫症的壓力擊垮，而是由你決定什麼時候去思考它。第七，觀察者技術。當一個強烈的念頭襲來時，試着從外部去觀察它，而不是把自己置於其中。不要說我很害怕，而要說看，恐懼感現在出現了，或者不要說這個念頭快要殺了我，而要說看，那個強迫性念頭又來拜訪我了。這會讓你回到觀察者的位置，在你和強迫症之間拉開距離。這種距離越大，它的影響力就越弱。第八，宣洩式寫作技術。當一個煩人的強迫性念頭重複出現時，拿出一張紙，緊緊寫下這個念頭說了什麼，我現在感覺如何。不要分析，不要回擊，不要解釋，只是把它從你的腦子裡轉移到紙上。寫完後，把紙撕碎扔進垃圾桶，並對自己說，強迫症的位置在這裡，垃圾桶，而不是在我的腦子裡。第九，我現在很好技術。5、4、3、2、1感官回歸法。當強迫症變得劇烈，恐懼的漩渦開始轉動時，請低聲對自己說，我現在在房間裡，坐在椅子上，深呼吸，我很好。然後環顧四周，明確鎖定3種你能看到的物品，例如我看到窗戶。3種你能聽到的聲音，例如我聽到風扇聲。3種你能觸碰到的感覺，例如我摸到了桌子上的手。這個技巧能把你從內部的恐懼世界拉回到現實的安全環境中。研究表明，這種技術能降低大腦恐懼區域杏仁核的神經活動。第10，冷靜後的評估技術。永遠不要在焦慮緊張時對任何想法或決定下定論，先把它記錄下來，等待6個小時甚至到第2天，然後再冷靜地評估它。問自己，它現在看起來還邏輯通順嗎？還是只是強迫症的影響？通常你會發現，它當時只是被放大了而已。如果它依然讓你感到害怕，請平靜地忽視它。如何應對未來強迫症？未來強迫症是一種不斷糾纏你，讓你擔心未來可能發生壞事的強迫症。它試圖讓你相信壞事一定會發生。解決方法是給它命名，這是未來強迫症。等時候到了，我自然會處理，但不是現在。因為強迫症賴以生存的口號是現在就決定，現在就下結論和現在就害怕，而你的回應應當是不是現在。結語：
最後，請接納精神強迫症存在於你生活中的事實，並學會與其共存。學會儘管生活充滿不確定性和負面可能性，依然堅持生活。請確信，經歷過強迫症的磨後，你會變得比以前強大得多。只要你決定不向強迫症低頭，洞察它的把戲並應用這些技術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你一定會成為一個更優秀、性格更堅韌、更有智慧的人。在真主的旨意下，你終將戰勝它。